各位車友好，歡迎大家嚟到心覺覺嘅頻道。自從香港1換1稅務優惠縮水之後，買全新嘅電動車嘅成本上升咗唔少嘅車友都覺得買車壓力大咗好多。但你又知唔知喺隔離海嘅澳門買同一款全新嘅電動車，因為澳門政府實行機動車輛稅全免政策，車價可以平一大截。呢單嘢啊，唔止係車價嘅差距咁簡單，簡直係港澳兩地車主命運嘅差距啊！今日呢，心覺覺就同大家深度去拆解一下，以同等幼體規格同官方車價嚟睇，兩地嘅差距有幾咁誇張。不過我要戴定頭盔先，我睇嘅價錢係最基本喺 Facebook 或者官網睇到個價錢，我目的係想交代下個稅務差別啫。如果你咁叻仔，入到陳列室拗到個特大嘅特價優惠，咁就另當別論啦。OK， 我哋第一款實測嘅就係寶馬嘅 iX1， 我喺 Facebook 揾到佢哋嘅售價就係299000，而喺香港賣緊嘅官網價錢就係469,000，哇，足差咗17萬。輪到第二款嘅實測就係 Tesla 個 Model Y， 我只係好簡單喺兩地嘅官網打開佢嘅預訂，咁喺裏邊睇到呢，我乜嘢 option 都唔揀，澳門嘅售價呢，只係葡幣嘅321800，換翻個港幣就係312,400，而喺香港嘅售價就係做緊413400啊，個差距呢就足有成10萬蚊啊！咁第三款實測嘅呢，就係保時捷嘅 Cayenne EV， 係全新推出嘅。喺澳門而家做緊嘅售價呢，喺 Facebook 見到就係969000，而喺香港呢，稅後個價呢，最基本都要去到1398000啊，相差嘅價錢啊接近43萬啊！除咗車輛稅全免之外，喺澳門另外一個最大嘅着數就係 option， 所謂嘅配置呢，都係唔需要俾稅嘅。聽到呢度，大家一定會問，點解同係大灣區，香港同澳門兩地嘅汽車稅制可以相差咁遠？我哋先嚟睇下香港。喺香港，首次登記稅係採取極度殘酷嘅梯級式累進稅率，車價首15萬就抽46%，其次嘅15萬就抽86%，車價超過咗30萬以上呢，就稅率就直接跳到100%，甚至乎去到132%。即使有1換1減免，超過寬減額嘅部分係一樣要全數交稅。中高檔電動車喺香港個賦稅啊，真係非常沉重噶。咁澳門又憑咩可以做到電動車100% 全免稅？第一，財政嘅底氣唔同啊。澳門政府有非常穩健嘅博彩稅收作為呢個庫房支柱，完全唔需要依賴呢個機動車嘅稅項嚟維持呢個財政。第二，推動環保同轉型。澳門地方細，車輛密度高，政府就希望透過極致嘅稅務誘因，快速提高電動車嘅普及率。近年澳門新上牌嘅私家車入邊，電動車嘅比率已經大幅攀升，政策嘅成效非常顯著。咁問題嚟啦。好多個香港車友聽到爭成幾十萬，一定會問心覺覺，咁香港人可唔可以去澳門買車，然後掛翻個牌揸翻去香港，甚至北上呢？個答案係必須符合極嚴格嘅跨境合規條件。雖然買車就好容易啊，只要有 passport 就可以喺澳門買車，但係你要將架澳門車合法咁揸返香港，最核心嘅鎖匙係咩啊？係 Z M 牌啊！
Z M 牌即係港珠澳大橋澳門跨境私家車配額。首先，你必須要有澳門嘅合法身份，或者澳門成立咗一間公司，並持有澳門嘅商業登記，喺澳門先至可以名正言順申請呢個 Z M 牌。第二，Z M 牌容許澳門註冊嘅私家車經大橋進出香港嘅配額係極度有限啊！可能大家對極度有限呢4隻字未有具體嘅概念，咁心覺覺就用一組真實嘅數據同大家計一計數，咁你就知道有幾懸殊啊！以2024年澳門交通事務局公布嘅數據睇嚟，嗰一輪嘅澳門私家車往來香港常規配額吸引咗超過21,000宗嘅意向申請啊！但當時首輪嘅發放嘅配額有幾多呢？只係區區個2500個啊！計翻落嚟，中籤嘅比率低到只係得11.7% 啊！近90%嘅澳門車主係直接陪跑嘅啫。我哋再睇睇另一樣嘅總量對比，目前整個澳門大概只係有11至12萬架私家車，而香港嘅私家車總數係達到57萬至60萬架。澳門呢幾千個Z M 配額佔咗全澳門私家車嘅總量只係得3% 咋。可以話能夠成功攞到Z M 牌，揸住免稅電動車過香港嘅，絕對係少數嘅幸運兒。又或者喺早年港珠澳大橋一開始個政策比較寬鬆時已經申請咗嘅幸運玩家。睇完呢個咁懸殊嘅供求比例，亦都解釋咗點解Z M 牌喺市場上會被捧到咁高啊！但係最耐人尋味嘅地方係，澳門政府已經連續2年完全冇公布，又或者開放過Z M 牌嘅抽籤配額。究竟點解？呢個背後其實係一道制度嘅防火牆。我哋試下同財經同市場嘅邏輯去推測，會唔會係港澳兩地嘅電動車稅制差價實在係太巨大呢？如果Z M 嘅 quota 無限量咁開放，勢必會做到大量嘅資金跑去澳門買呢個免稅車，掛呢個Z M 牌進出香港。唔講都知啊！咁樣會對香港嘅汽車稅收體制同埋代理市場帶嚟巨大嘅衝擊啊！因此，維護兩地嘅車市同埋稅務體制嘅平衡，極可能係配額被審慎凍結嘅核心考量。呢個澳門電動車嘅免稅紅利，注定只係屬於少數符合合規條件嘅人啊！各位車友、老司機們，如果俾你揀，你會選擇喺香港交個幾十萬稅買車，定係你想喺澳門買車，諗個方法攞個Z M 牌？仲有，你覺得Z M 牌嘅未來幾時會重開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區一齊對數討論下。另外，預告一下下一集。上一集我哋講到傳統中港兩地牌嘅價格由100萬雪崩式咁樣跌到落20萬，好多車友咁留言問心覺覺，咁18萬去到20萬去買個舊牌玩下，咪好抵？心覺覺呢就勸你千祈唔好亂接盤。點解呢？就係有一個好容易令人疏忽嘅致命漏洞。內地新公司法2032年認知實繳追溯陷阱，可能你以為你只係花咗20萬買咗個牌啫，但係隨時你接手嘅係一間背負緊幾百萬未實繳資本，隨時會被依法追討嘅負債空殼公司。
貪平買牌，隨時賠上身家。下一集森覺覺同大家深入拆解呢個兩地牌最後嘅隱形地雷，記得一定要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鎖定我哋嘅頻道。我係森覺覺，幫你用最清醒嘅邏輯睇車市。我哋下一集再見。